王子源到子神。究竟點樣先可以揾到啱自己嘅書呢？大家跟我嚟啦，等我哋教教大家。一入圖書館嘅右手邊，大家會見到少少閱讀角。呢度嘅書主要係俾低年級嘅小朋友睇嘅。係喎，入邊大多數都係繪本，有好多好靚嘅圖畫，文字相對比較少，我哋自己一個都可以讀，唔使一定要大人陪都睇到。係啊，而揀啱自己嘅英文書都有方法㗎。上英文堂嘅時候 Mr. Ben 同 Miss Pia 已經根據我哋嘅英文能力編咗一個 level， 只需要揾翻自己嗰個 level 就可以揾到啱自己嘅書㗎啦。另外，圖書館不時都會引入新書，你哋都可以去睇下有冇自己有興趣嘅書。仲有啊，你哋可能都錯過咗一個圖書館嘅寶藏區啊，就係兒童雜誌區啦。其實圖書館每年都引入好多好有趣嘅雜誌，你哋記得愛惜佢哋啊！希望我哋今日嘅小介紹幫到你揾到啱自己嘅圖書啦！耶！